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到我们在主你的圣殿里面成为一家人，也在这个父亲节的前夕一起献上感恩跟祝福，让每一位父亲因为有神的恩膏跟祝福，他们不只是有上帝父亲的形象，也能够带领全家迈向神所指示的道路，让我们全家都蒙福。感谢你，我们要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求你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力量向前迈进，走向你所指示恩典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返父家的荣美。那这个礼拜有参加聚会，都知道牧师是用这一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比喻来分享3个面向，有老大长子的跟父亲的关系，以及浪子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怎么样回归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个经文当中，这个做爸爸的他的表现，也希望透过这3个角色一起分享这个信仰在我们生命跟神的关系有美好的一个连结哈。那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复习。那我们首先是要确认的是父亲的角色，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他是拥有父家的丰盛。这个不只是这个故事里面所描述的，而是引申到我们在信仰上面跟神的关系。天父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是拥有全部的丰盛在里面。我们如果从那个经文的分享当中可以看见，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有几句描述这个父亲的英文哈。11节这样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2个儿子。老二呢，要求爸爸来分财产，爸爸没有任何的阻挡，就分给2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就是老二呢，他到外地去放荡流浪，有时候散尽了家产，要悔改回到家。我们看到圣经这样说，这个浪子离家还远，父亲望见了他，就充满爱怜，奔向前去，拥抱着他，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不因为孩子的悖逆，因为孩子在外面已经是一文不值了，整个人邋遢，可能很脏很臭，但是这个父亲他说，在远远望见他就充满爱怜，而且主动往前去接纳这个孩子，拥抱着他，不停地亲吻。这故事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在人生当中难免也有悖逆的行为，但是天父他永远张开慈爱的双手，在接纳我们，在迎接我们。即使我们有任何的不堪，我们任何的悖逆，甚至拒绝承认天父，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神完全的接纳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认为自己完全没有错误，但是神他是用双手来拥抱着我们。然后看到这个浪子回家之后呢，父亲吩咐仆人说，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拿戒指给他戴上，拿鞋子替他穿上。这句话看来是很普通，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在当时巴勒斯坦这个东方的社会呢，戴上戒指就代表了父亲承认了儿子的身份。他不是悔改之后回来说我只要当一个雇工就好了，而是神还是这个父亲还是完全的接纳成为儿子，所以戴上这个代表身份的戒指。当然在外地奔波，鞋子都弄脏了，然后给他穿上新的鞋子。而且这个父亲不只是接纳，而且是用庆祝来迎接他浪子回家。他说，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让我们设宴庆祝。这个当然是一个热闹庆祝的场面，但是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呢，
要庆祝，要煮大餐，不是像现在啊，只要餐厅一订就有了。平常有节期或是有热闹的活动，宰了一头羊就已经不得了。但是你知道，杀了一只小肥牛，那代表是邀请所有认识的亲友、邻居、亲朋好友都一起来庆祝。因为当时也没有冰箱，也没有冷冻库，你不可能说啊，只杀了那个牛，那就家里吃了一小部分，其他要怎么放？一定是全家族或是所有邻居都一起来庆祝，那真的是一个庆典啦，一个热闹，邀请大家一起来。你看这位父亲为了孩子回归，竟然用这么样的大阵仗来迎接自己的孩子。我们看这个父亲怎么来界定他的儿子。史诗24节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对一个人来讲是何等大的感恩啊！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都有丢东西的经验。丢了一个东西，有时候你算一算也没值多少钱，但是因为你跟他有感情了，你觉得这个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你可能会用尽很多方法、很多时间去找，甚至要祷告说：“神啊，让我有找到。”因为他这个对我很重要，所以这个父亲是用这种心情来迎接自己的儿子。然后他又在他的大儿子在反弹，大儿子在心理不平衡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规劝他？他怎么样来呼召他？他说：“父亲说，孩子啊，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他让这个孩子突然间把眼界打开，说：“你并不是失去啊，你是拥有全部啊，是我给你全部的。”所以这位父亲再一次的确认他的主轴，他对儿子的态度。他说：“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应该为他庆祝，我们应该为他庆祝。”那我们从这些经文，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大概可以把它归纳成以下这几个面向。浪子故事中父亲的形象是什么呢？他是产业丰盛，他是蒙受祝福的。这位父亲有父亲的模样，有父亲的一个形象，有维护之心，所以他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有丰盛的产业。第二，他爱惜儿女，无私的分享。因为两个孩子虽然个性不一样，态度不一样，做事方法也不一样，但是都无损于这位父亲对孩子的爱。第三，是孩子虽然放荡，这个第二个儿子虽然离开了家，但是他仍然怜悯来接纳。他为了表达爱心，让这个长子释放他的一个心结，所以他就跟这个儿子来表达出一切都是儿子的，他所有的儿子都有。浪子归回，他是无限的快乐，而且是大阵仗的庆祝。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圣经经文的描述，看见一个父亲的形象。这父亲形象不只是耶稣讲这个故事，因为耶稣讲的是天国的故事。天国的故事是表示，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有这样的父亲，但是在印证天上的天父，他是比这样的父亲更完美的。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也许有老大的心态，也有老二放荡流浪的心态。我们在前2个礼拜有把不同的心境描述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不重复，也许可以拿以前的我们的那个大纲再做一点复习。从今天的角度，我们看见神是爱每一个人的，即使你有多么的悖逆，都不影响神爱你，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确信。所以当我们要在重享父家的丰盛跟荣美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我们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我们是上帝之子的身份。这身份是别人抢不去的，但是这个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所赎回的，是上帝他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让我们重新跟神连结。因为浪子的故事的父亲是这样的爱护儿女，
那在象征天上的天父，他接纳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从这一点出发的时候，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勉励的是，每一个人也许都知道这个经文，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你怎么样去确认拥有这样的职分呢？第一个是从我们的思想要改变。第一个，盼望是从人的思想而来，不是从环境而来。如果你要靠这个美好的环境来确认你是一个恩典的儿子，那这个环境常常会变化。就像那一位老二，这位流浪的儿子，他以为外面的环境一定有很多机会让他超越，但是没想到外面的环境是那么大的变化，他竟然一文不值，一无所有。所以呢，基督徒要从你的思想信仰去坚定自己，不被环境所影响，不被你生活周遭所影响，不被你的工作职场所影响，也不被你的身体状况所影响，是因为神是透过你的信心思想而来，你的坚定而来。我们常读的箴言4章23节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知道，我们常会讲说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环境，但是你的心的态度会让你看见这个环境，不会看见那个黑暗的那一面，那个艰难的一面。所以有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他活得很快乐，因为他知道天气热浪他改变不了，他的心境充满了恩典跟祝福。那这是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所学来最大的一个武器哈。第二个，很多人以为信仰只是一种头脑的游戏体操，感觉上好像我信这个耶稣就是有一天上天堂，那其他的都跟我无关了。其实我们要确信，从圣经的角度，他告诉我们说，在地上要过着丰盛和幸福的生活，这是上帝的旨意。特别有时候我们要做一点厘清哈，有些人会误会说，好像就像我们台语所讲的说，你们信上帝就求保庇啦，保护你平安啦什么，好像觉得信上帝求保庇干足低俗一定要怎么样什么样都忍受一些苦难才算是好的基督徒。但是圣经没有跟我们这样想说，一个蒙福的基督徒不会享受世上的丰盛啊。圣经没有跟人这么讲，是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领受上帝所赐的福气，也是今天我们经文所看到的一个美好的恩赐跟恩典。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要过着丰盛幸福的生活，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也带着使命。所以有人误会说这个好像是一种很廉价的恩典，其实神给你丰盛是让你带着使命，传福音的使命，帮助穷人的使命，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提醒大家的。我们所以从圣经里面看见说，亚当跟夏娃被造之后，上帝怎样赐福他。这样说，创世纪1章28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换句话说，神给人类一个应许，是从他创造亚当跟夏娃就开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人，我们要特别有一种这样的确信。第一个，我们要除去的迷失是以为宗教就是一个吗啡。特别我们知道看到共产主义当时的马克思思想，他就认为唯物论，意思就是说那些去敬拜上帝都是一种麻醉的工具啦。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的迫害宗教？他认为这些信仰会影响他们的统治，所以就讲说信仰宗教是一种吗啡，是了人才需要的。我们基督徒确定一定要去革除这样的迷失。第二个，我们不要认为信仰只是一个神学概念，好像你会操弄一些抽象的名词，一个脑筋的体操游戏。我们要去时时的掌握住，这个是真真实实生活在我们当中所产生的，是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遇见神所得到的祝福。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确信的是，圣经中凡是说蒙神赐福，不是一种空幻的一个心灵上的体操，而是在地上的丰盛都包含在内。我们看圣经这些著名的人物，虽然他们也曾经悖逆过，被神所处罚过，但是我们都能确信说，他们被神祝福的时候，他们是在地上拥有神所得到的丰盛。亚当跟夏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他们都经历蒙福，虽然悖逆了，但是神仍然爱他们。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要再一次去体验浪子的故事当中的父亲的荣美，是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同样拥有的。因为圣经里面神也这样的应许。出埃及记的23章，我们刚读的第一段经文，圣经中给我们什么应许呢？神这样说：如果你们敬拜我上主你们的上帝，我就赐给你们水、食物跟水，而且除掉你们一切的疾病。在你的境内没有小产或不能生育的女人，我要赐给你长寿。但是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前提是说，你们要敬拜我上主你们的上帝。敬拜是前提，后面的赏赐才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出埃及记的教导是，侍奉耶和华上帝必得着丰盛。什么丰盛呢？第一个，得着粮食，是食物跟水的丰盛；第二个是除去一切的疾病的丰盛。我们要蒙受医治，我们确信上帝赐下医治，成为圣洁的器皿。我们读到这个医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类似冲突啦，就是说我们的医院的设备那么样的齐全，为什么老是要祷告求神医治呢？其实我们把医治的层面看得太物质、太肉体了。我们领受神赐给医生那些专业研究所得到的医药来医治我们病体，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得医治，是得一个全人的医治。所以我们当求神医治的时候，是代表神透过这些专业的医师医治我们的疾病，也透过圣灵的医治，让我们的心灵、愁烦、睡眠，所有心里面的难处也同样被医治。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唱这个回应诗的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你成为一个信心医治的对象，愿意走到前面来，为你按手，有同工为你按手祷告。这样的医治是肉体的医治，是属灵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是属天的健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是说我真的哪里痛，哪里内脏哪里不舒服，或是我的血液哪里不舒服，而是全人的医治。这个都在神的赏赐之内。第三个是他说妇女生育顺利，没有小产或不能生育的。第四个丰盛是得享长寿，说上帝要赐长寿给你。另外我们也同样来复习一下申命记28章8到14节的教导。他这边有好几个前提，都是跟神的关系。丰盛在后面，前提是你跟神的关系。28章9节说，如果你们服从上主你们的上帝，实行他一切的诫命。13节说，你们若切实遵行我向你们颁布上主你们的上帝一切的诫命。而且在14节最后还特别强调说，你们绝不可违背他的诫命，绝不可，也不可祭拜服侍别的神明。那这分布在前后的经文当中，他所赐给我们丰盛有这一些，我们再把它摘要下来。第一个，使你们的事业蒙福，仓库充满粮食。第二，在他将赐给你们的土地上降福给你们。这个土地为什么前面有事业蒙福，而且还要加上土地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就是一个流浪的历史，流浪的民族。他们因为土地被敌人占据了，犹太人有好几千年流浪世界各地。他们真正确信知道说，为什么要有土地？这也是2次大战之后，犹太人千方百计用尽办法回到他们的迦南地，
以色列这个地方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的原因。所以神说要透过这个土地来赐福给你们，是很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更不用说今天我们每一位台湾人在这个土地上，为什么我们会用尽那么多的心血来维护台湾这个土地？我们看到防疫的措施，希望能够滴水不漏，希望全民都一起配合，是因为神要透过这个土地来赐福我们台湾的百姓。而且他说，当你被神所呼召，被神所接纳的时候，也被世人所敬畏。换句话说，成为神的儿女也会被世人所尊敬。他虽然说想惧怕，惧怕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你刮目相看，第二个有可能有人因为你的丰盛，他会产生嫉妒，或是产生一种要抢夺挑战的意识。我们都求神让我们因为领受这个丰盛，但是不会遇到挑战。第四个是使你们富足有余。这段经文这样写说，上帝要开天上丰富的仓库，按时降雨滋润田园，使你们的事业蒙福，使你们富足有余，你们可以借给别国也而不必向别国借贷。它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国家的一个角度，让以色列百姓富足有余。换句话说，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一个敬畏神的子民，他让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第五个是让你位居领导的地位。他说13节，使你们在列国中居领导地位，不受支配，长治久安，永不衰败。我们知道这些都完全在神的恩典之下。那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喜欢会用约翰3书第2节所描述的祝福，我们好像把它浓缩起来。今天本来牧师有预备要做那个新的诫命的一个信仰告白，但是因为时间没有联络好，抱歉。为什么有新的诫命？是耶稣颁布给百姓说，你们将10条诫命浓缩成2条，一条是敬畏上帝，爱上帝；第二个是爱百姓，爱你的邻居。那上帝所说的那些福气呢？约翰这个长老，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样很简要的一个浓缩了哈。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是我们所谓的3拍子的祝福了哈。在这个地方我要缩点一下来讲，因为时间不够，我要讲说，很多人会用那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故事来激励大家，因为石油大王他的故事是太精彩了。但是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说，这个石油大王他好像在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当中，他曾经当过属灵的浪子，而且这一段还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了所以我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的生命重生跟丰盛之路，那有空大家可以看很多他的文章。那时间的关系，牧师要把它简短来说。这位石油大王他已经过世快一世纪了再过10几年就1世纪了。这位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他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广场大楼是非常的就是壮盛他在1937年就过世了。这故事在讲什么？大家都了解他成长的故事，他蒙祝福的故事，但是有一段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在巅峰时期，他的资产总额逼近了美国的 GDP 2.4。如果用当时的币值跟现今的那个世界首富这个 Bezos 这个 Amazon 的老板换起来还有3倍多你可以看到说，真的是富可敌国的这一个人物。那他的奋斗故事我们大概都了解，不过我们都不了解他在整个成功的故事当中，不知道牺牲多少人呢？他像一台推土机，把所有阻碍他的用摧枯拉朽的方式，把所有的敌人都排除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强盛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用收买立法者跟执行者的双重笼络方式来获取企业经营上的零阻碍。换句话说，他也做过一切
我们所说的狗皮倒灶的事情了，狗肚倒灶，而且他贿赂，什么事情都来。那你会想说，这个贿赂不是信仰很好吗？他就曾经做过属灵的浪子啊，他违背了神原来的教导。他最强盛的时期，他垄断了美国90%的炼油运输跟销售，换句话说是一条龙的。而且他还比美国自己政府开设更早的石油期货市场，全世界80%的这个跟炼油事业有关的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他就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的皇帝。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跟新教很有关系，因为基督徒他们认为强盛是荣耀神的，所以等于洛克菲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代表。甚至美国看到这一位那么强大的商业巨子呢，他们在1890年就通过了所谓的反托拉斯法，为的目的就是要对付这位洛克菲勒，因为他的标准反正所有的他要的他都把它抢下来了，所以他现到今天很多大企业他都要小心托拉斯法。在欧洲呢，常常会对苹果啦，或是 Google 啦，或是脸书啊，提出这种控告，因为怕他们抢尽了所有的财富哈。不过，故事的重点在这里，这位可谓不可一世哈，人为的财富是富可敌国的一个人，他成为首富的洛克菲勒，竟然没有感到任何的快乐跟平安。那个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看起来是人生一切美好，他都打过了。没想到他竟然得到了非常严重的脱毛症跟恐慌症。我不知道医师怎么解释这个脱毛症什么，一个跟焦虑有关呐，跟烦恼有关，跟睡不着有关，跟吃不下有关。照理讲他什么都不缺了，可以好好享受了，但他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富人，那个有钱人啊，他说我赚尽的时候一切财物，我的仓库要盖更大一点。但没想到医生宣告说他只剩1年可活。是洛克菲勒，我觉得这个故事才让人家感动。如果他一世都很成功，我们想说有什么好学的？是因为他曾经堕落过，甚至生命快失去，然后他在无路可走，医生宣告生命要终结的时候，他重新拾起了圣经，他熟悉从孩子时代母亲为他做的祷告，教他读的圣经，他读到这段经文：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这时候洛克菲勒好像被电到一样，知道说我用尽那么多办法，好像吃人不吐骨头的方法，竟然得到是这一切，只剩下1年的寿命。他在一夜的认罪悔改，不住祷告。隔天，这个洛克菲勒好像新造的人一样，恢复了以往难见的一个活力跟精神。他这样脱胎换骨，他是走到人生的尽头，才发现他所努力的一切都不值得。所以呢，他一夜祷告所得到的不是应付疾病的方法，他明白上帝造他在世上的目的。你可以努力赚钱，努力省钱，但是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你要努力的奉献。所以这个洛克菲勒好像得到重生一般，复活一般，圣灵感动他，上帝的话语启示他再次成长，他从金钱的网罗中蜕变而出。所以后代人在纪念这个洛克菲勒伟大，不是纪念他多有钱呢，是纪念他重生之后好像浪子回头的故事。他开始投资大笔的资金跟慈善事业，他主张要大力扶持当时还是非常种族歧视的黑人族群的崛起。他资助了好多大学院校跟医疗研究中心，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顶尖的芝加哥大学是当初他出钱来盖的，整个校园非常的美丽，有一间非常棒的一个洛克菲勒纪念礼拜堂，都是他出钱所奉献，甚至他晚年奉献了数以千计的教堂，但是他仍然每日全心将晨间的祷告求神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去加拿大做访问的时候，有经过一间很漂亮的教堂，然后导游就跟我们讲说，你看这边也是写洛克菲勒奉献的，连加拿大很多的教堂也是他奉献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始终维持了11奉献，从小到年老。洛克菲勒不再只有胜利这2个字，他重生之后的洛克菲勒是认为上帝用他这样的天才就对了，赚钱的天才，是要他当奴仆，把财富当成福音的媒介。这个洛克菲勒呢，活到他原先有2个期待哈。原先他在年轻15岁的时候想说，我能够赚10万块美金，但是他后来的财富不知道10万块的几倍了哈。他第二个期待说，我希望能够活100岁，不过上帝没有给他完整，他跟我们的李登辉总统一样，活到98岁就过世了。他有2句名言哈，大家常常来引用。第一个，他说：“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将成为过去，在天上所投资的将留存到永远。地上一切都要过去，但是天上的投资是永远的。”第二句名言，英文跟中文做一个描述，因为英文的意思好像中文不是很能够完全去体会到了。他说 ：“If your only goal is to become rich, you will never achieve it。”他意思好像是说，你如果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富有，那你就永远不会富有。他说唯一的目标啦，但是你不是追求富有，你才是真正的富有。那这是很有哲学的意味啦，因为透过这个最有钱人来讲，好像比较有说服力哈。我们这个没什么钱的人要讲，就觉得好像你有点酸味了。但是这个有钱人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位洛克菲勒借着慈善事业，成为一个才是真正富有的人。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用这个3不5祝福来成为我们一生当中跟神的荣美连结。我们知道这个3不5祝福在很多教会都这样在推动。3不什么意思呢？3不就是上帝的能力触摸生命的3个步骤。我们要准备推动幸福小组，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学到了这一个属灵的能力，就是3不是大有能力的祷告，大有能力的关怀，大有能力的福音行动。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因为有神给你属灵的能力去做到这3件事情，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你关怀。那5同祝福，我们常在青少年的一个周报当中，或是我们在祝福别人当中，或是牧师邀请大家祷告当中，都已经复习过，牧师就请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哈。第一个，这个5重祝福就是从 bless 英文的 bless 所出来的。第一个 B 是 body 身体状况得祝福，第二个是 labor 工作职场得祝福学生是 learning 这同样是 L。第3个是 emotional 是内心思绪的平安喜乐。第4个是 social 人际关系的祝福。第5个 S 是 spiritual 是属灵生命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几个礼拜前，谢牧师邀请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用一个555的收割祷告行动，来为我们的属灵领受上帝荣美的一个祝福。他怎么做啊？55的意思是说，我们认领5位属灵关怀的对象，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子女，或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认领这5位关怀的对象，开始为他们做祷告。我们要举行幸福小组，也希望这些人成为你的 best。第二个，一个很简单的555是每一天5分钟，1个礼拜5天，用5个礼拜。
所以555是5分钟、5天、5个礼拜，那等于是25天的意思了哈。我们天天为这5个属灵对象祷告，用什么祷告呢？就为他们做这5重的祝福。昨天呢，有一位我以前在高雄的会友哈，他传了一个照片给我，说牧师很关心，因为我儿子的店哈，隔壁有一家新开的那个饮食店因为他儿子跟他因为在邻居嘛很互动，他就想说哇，他的煮的东西很好，但是没什么人怎么办？因为他觉得对他很可惜啦哈，我也觉得说年轻人在创业嘛开了店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啦所以他们家就等于是去给他们买了一些东西，等于给他们ov宴的意思啦哈。那我就告诉这位姐妹说，你可以用这个5重祝福祷告，为这一位新开店的年轻人祝福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游戏，这个也不是一个仪式，而是真正让你生命当中产生改变的。期待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做这一个祝福的祷告、医治的祷告，也用这样的祝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我记得上一次去上2个月在邀请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出来，我看到说不是你身体有病痛才要受祷告，而是你要得到全人的医治。也许你是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要来做祷告，也许你一个心灵上一个苦毒、一个软弱没办法突破要做祷告，也许你这个事业要突破情景来做祷告。这时候我们要请同工开始预备